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珠海灣區頻道樂仔，今日帶大家嚟航空星辰中心嗰度啊，佢相隔嘅距離就係1公里嘅。呢個項目係板樓設計嚟嘅，總樓層可以睇到佢總樓層唔係幾高啊，就係16層個層高之啊，佢係板樓設計，戶向南。咁我哋睇下佢嗰個入戶大廳個位置啊，每棟個入戶大廳個位置都係非常 OK 嚟嘅，入邊係都係平時娛樂遊玩嘅地方嚟嘅。愛如星辰一如光，照亮我孤獨的心房。在這喧囂城市的中央，你是我最美的珍藏。愛如星辰一如光，穿透黑夜帶來希望。依家嚟到樣板間嗰度啊，剛才又聽咗係你售樓部嗰啲介紹嚟啦，咁係一梯兩戶嚟嘅。咁我咧睇過你戶型，首先睇過89平方，再睇過103平方個4房嚟嘅。咁我咧依家89平方入嚟嗰度都係做咗一個玄關位嘅位置嚟嘅。佢嘅設計你就係預留咗啦，可以睇下參考一睇個空間嚟嘅。咁我哋接咗嚟，首先睇下廚房個位置。廚房個位置都空間好充足嚟嘅，呢啲都係做好個家父嘅標準。除咗嗰啲比較零散嗰啲嘢啊，咁接咗嚟睇下我哋嗰個陽台外邊個景觀嚟嘅。因為呢個房最大嘅亮點，靠華發商都嗰邊1.8公里嘅位置。呢華發商都就係嗰邊嚟啦，好近嘅，就係目前見到好高個樓嗰個位置嚟嘅，咁比較近啦。咁呢度都會睇到海景嚟嘅，佢位置嘅地段係非常 OK 嚟嘅。咁接咗嚟另外咧入嚟睇下佢整個空間啊。咁呢套89平方其實你都好方陣嚟嘅，因為佢係板樓設計嚟嘅，戶南北對流嚟嘅，每一戶都係南北對流嚟嘅，空間咁係非常 OK 嚟嘅，都好方陣嚟嘅。呢度就係衛生間嚟㗎。咁接落嚟小朋友個房可以睇下，佢呢戶咧就係即係兩個景觀啊，都係非常 OK 咧，睇園林景觀嚟嘅，都係可以睇下佢89平方，整個休息區，主人房個休息區啊。咁呢度係你主人房個衛生間嚟啦。呢套89平方就睇完咗啦，3房2廳2衛，睇下你感唔感興趣呢？咁佢單價基本係17000起步個價錢嚟嘅。咁我哋接咗嚟再睇103平方個戶型。103平方個戶型嘅喺呢度啊，呢套你就係103戶型啊。咁我哋入嚟嗰度正對面都係玄關位個位置嚟啦。咁接咗嚟都係呢，睇到吧？大橫廳嘅設計做得非常充足啊。其實佢嗰個位置啊，可以做成一個小朋友嘅房都可以㗎。如果人員比較多，做成嘅4房。目前佢做咗個樣板間，做咗個3房嚟嘅。咁可以睇下嗰邊個廚房個交付個標準都係非常 OK 嚟㗎。咁睇下嗰度都係外邊嘅陽台個景觀啦。外邊嘅陽台咧個實用空間都好充足嚟㗎。啊！佢開間有5米幾到6米個開間嚟啦，都係睇下外邊嘅環境，同剛才嘅89平方個戶型，外邊嘅環境係一樣嚟㗎。關鍵咧，佢最大嘅亮點咧就係橫廳嘅設計咯。其實佢唔係單純亮橫廳個問題，係佢係板樓，佢樓層總樓層唔係幾高啊，總樓層至16樓之啊，所以係你密度係比較低嚟嘅呢個小區嚟㗎。咁接咗嚟睇下嗰邊個家父。小朋友個房，你睇下對面就學校嚟啦。個位置都好近嘅。咁呢個小區你外邊咧就係有個大型個市場嚟㗎，所以係非常方便嚟㗎。買菜嘅時候都好方便嚟㗎。咁呢度就係休息區嚟啦，主人房嘅休息區。今日嗰邊就衛生間嚟嘅。好啦，103平方個戶型就睇完嚟啦。如果睇你係喜歡89平方咧，即係103戶型嚟咧，佢兩個戶型都係非常 OK 嚟㗎。關鍵就係地段咯，佢喺華發商都嗰邊1.8公里個距離個位置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啊，單價17000起步嚟。